來這個南台灣變大雨，台南市真濟所在做大水，像有300年歷史的古蹟大東門的壁，就部分崩去。加在當時無車輛經過，無造成人員的傷亡。大雨是落袂停，台南市東區的地標有300年歷史的古蹟大東門邊牆竟然倒去。大量的土石甲淹過雨爛弄倒在車路頂，邊牆崩落，地基結構攏看現現。連日的大雨呢，疑似是這個古蹟受不了這個雨量哦，含水量比較高，所以整個垮下來。至於到底要修復的情況呢，這個市府人員都還在釐清當中。崩落的磚仔甲碎石佔圓環2個車道，附近的居民今仔日透早聽到聲音，過掠準是出車禍，出門看才知影是啥牆崩去。我見你站嘛，行唔過，你是講一日崩咧安尼咧。警方接到通報，進來做交管，加在當時無車輛經過，工程人員嘛到場確認車牆受損的狀況。因為大東門頂一個修復是佇1975年，上新的修復工程佇去年11月開工，按算2028年完工。想不到連續大雨，雨水流入壁旁，造成邊牆發生崩落。早期在修復的時候，裡面有一些磚的部分，所以造成它的這個底層的部分並不是那麼的紮實。所以雨水一進來的話，就容易往下塌陷哦。還會做一個清理，然後因為目前工程在修復當中，所以這次的損壞的部分，我們會把它來納到整個一個修復工程。重要的古蹟地標因為大雨崩落，加在目前初步勘查，敢若部分的邊牆崩落，相關的單位嘛提供沙包，為了防止雨水繼續流入去，同時做清理甲修復工程，要讓大東門趕緊恢復原本的模樣。